喂，你知唔知點解有啲人俾人打低一次之後仲可以翻身？因為打佢嗰個人冇打到佢，徹底爬唔起。冇錯，第14條法則好殘忍，但係好現實。如果你要打，就打到對手完全冇翻身嘅機會。半桶水嘅攻擊只會製造一個更強嘅敵人。但係打到人哋咁狠，唔係太過分咩？我問你一個問題喎，你係咪見過有啲人俾人鬧完之後，唔單止冇收斂，反而變本加厲？見過，因為佢哋覺得你只係嚇佢，唔係真係會行動。正確。當你攻擊一個人，但又留守，你傳遞嘅信息唔係仁慈，而係軟弱。佢哋會覺得你根本冇膽量做到底。下次佢哋會加倍報復。羅馬歷史入面，凱撒同龐培爭權，凱撒打敗龐培之後點樣做？佢追到埃及，一路追到底。佢冇話算啦，佢已經輸咗，俾佢走啦。因為凱撒知道，如果龐培仲有一口氣，佢遲早會捲土重嚟。冇錯，凱撒明白一個道理：戰爭唔係贏一場仗，而係令到對方永遠冇能力再打。呢個就係 crush your enemy totally 嘅精髓。三國都有類似嘅例子。有劉備收留呂布，結果呂布反咬一口，搶咗劉備嘅徐州。之後曹操捉到呂布，呂布求饒。曹操問劉備點睇？劉備點樣講？劉備話：明公唔好忘記丁原同董卓嘅下場。丁原同董忠都係收留咗呂布，最後都死喺呂布手上。劉備嘅意思好明顯，今次唔殺，遲早後悔。結果曹操真係殺咗呂布，因為佢知道留守只會製造更大嘅禍患。商場入面呢條法則更加常見。你同競爭對手打價格戰，你減1蚊，佢減2蚊，你覺得夠啦啩？唔夠，因為對手仲有能力還擊。正確，真正嘅商業高手唔係打價格戰，而係直接搶走對手嘅客戶、人才、供應鏈，令到佢哋連還手嘅能力都冇。亞馬遜就係咁樣消滅咗無數嘅書店。所以商場如戰場，留守就等於自殺。職場入面，如果你同一個同事爭升職，你覺得你贏咗之後應該點做？同佢和好？唔好，因為佢會記住你贏咗佢，佢會等機會報復。冇錯，但係呢個 crush 唔係要你整衰佢，而係你要令到佢喺呢間公司嘅影響力歸零。你要搶走佢嘅盟友、佢嘅項目、佢嘅話語權，等佢自己知難而退。咁樣佢就冇能力再對付你。心理學上面呢個叫 threat rigidity。當一個人受到威脅，但係冇被徹底消除，佢嘅心理防禦機制會啟動，佢會變得更加激進、更加記仇。所以半桶水嘅攻擊反而令對手變得更強。完全正確，佢哋會用憤怒嚟掩飾恐懼，然後將呢股憤怒轉化為行動。你留守嘅仁慈就係佢東山再起嘅燃料。最經典嘅反面教材就係項羽喺鴻門宴放過劉邦。項羽本來可以輕易殺咗劉邦，但係佢心軟，覺得劉邦已經服咗。結果劉邦之後反過嚟打敗項羽，建立咗漢朝。項羽嘅仁慈代價係整個天下。如果佢當日喺鴻門宴直接動手，歷史就完全唔同。呢個就係 crush your enemy totally 最血淋淋嘅教訓。但係唔係所有衝突都要打到盡，有時候小事化無都好。好問題喎，呢條法則唔係叫你對每一個人都咁狠，係當你真正遇到一個會威脅到你核心利益嘅敵人，先至要用。唔係每個得罪你嘅人都係敵人。所以要判斷清楚呢個係小事定係真正嘅威脅。正確，小事就讓佢過，但係如果係真正嘅敵人，你一出手就要令佢永遠冇機會再威脅你。半吊子嘅報復係最愚蠢嘅行為。所以第14條法則，要打就打到對手爬唔起，唔好留守，唔好心軟。一旦你決定咗要對付一個人，就做到底。記住項羽嘅教訓，佢放過劉邦一次就冇咗整個天下。呢個世界唔係童話故事，仁慈有時候係最昂貴嘅錯誤。多謝大家收看到尾，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15條法則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。